过年初二地动了后，中西区福建路内甲大楼外墙太路绑落焊着2台车，工务局委托专业技术团队鉴定建筑结构强度，结果认定是海沙厝，建议拆除。因此，将依照建筑法发函所有权人赶紧拆除。不过，议员反映住户到目前也未收到报告。拆除的后续也接到很多住户的反映，说到底鉴定报告是什么，他们都不知道，所以要请公务局尽快的提供鉴定报告给我们所有的住户，了解一下说这个大楼到底是什么状况，还有拆除经费到底要怎么去处理。拆除经费对倒位来？大楼所有权人有60多人，无管理委员会，爱伫45天以内整合协调，限期改善，恐惊有困难。加上自动建筑其实已经用地侪冬，曾经也阁有3款纠纷。工务局长伫议会质询的时阵表示，爱拆除其实跟地动无关系。袂用的用红黄单来补助。如果说民众说要申请，因为贴红单是要申请补助，是有办法的吗？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没有，它是本身因为海渣的问题，其实跟这个地震是没有关系的嘛，是没有关联性的。拆除费用一定是由住户跟管委会他们来这边来做处理，但是现在流程是我们会跟他限期来做，要求他做一个处理。那如果说他们没有动作的话，你们会强拆，然后再费用由他们来处理。没有错，我们大概会朝着这个方式来做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我请市政府，你们除了要做通盘的检查之外，针对这些可能海沙物的问题，还是等等的，公权力要怎么来适当的介入？议员呼吁市府爱正视海沙厝的问题，全面检查是不是也阁有内甲大楼的存在，同时伫确保公共安全的前提之下。爱保障居民的生命、财产安全。台湾新闻杨顺怀、林根采访报道。